间圣地加当卡最难见的，那是呢，加当卡最难见，海边圣地，开台圣王，开台圣王，延平郡王府，延平郡王府是这边，延平郡王府是这边今天很好吃的。上为什么开了不清？
不清楚。家里你家，太阳飞。比赛啦。哦，开天宫前面，天道堂开天宫前方的，开天宫，开天宫。欧亚宫，欧亚宫，欧亚宫。这个上货上鱼啊，德生龙，谢谢啊，上鱼。
地下格斗。开天公园是在太子宫的东边。哎呦，啊那拢用起来哦，拢袂使坐呢，见到休困的时间在拢，拢起来啊，无咧坐。 看起来挺那个冰块的，看起来挺那个冰块。哎呦，那有一个物件人在坐啊。现在休息时间6点休息。
延平晋王湖，新营的延平晋王湖的王船。新营延平晋王湖王船。新营延平晋王湖的王船。高速公路的时间了，已经到达高速公路的时间。开台圣王延平晋王湖，新营延平晋王湖，延平晋王湖，开台圣王正常，奉成功大仙，大仙的神圣。
你唔知边啷处理，它最后一栋从最后我先加上去，哇！